位观众朋友，午早，欢迎收看9月26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苏眉。新闻头起先来看国民党党主席的选举，结果昨已经选出来啊，是由前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摕到85000多票，45%外得票率当选。朱立伦表示，民进党爱开始紧张啊，因为因会充满战斗力。也若是现任的党主席江启臣，伫咧结果公布进前，就家己先宣布败选，带所有的一级党务主管做伙请示。国民党主席选举投票结果还未出进前的1点半钟，竞逐连任的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宣布败选，带一级党务主管伫党中央发表谈话。我宣布于今日率领一级党务主管进行总辞。并指定李彦秀副秘书长成立交接小组，力求在9月底以前完成交接，在新任的党主席的领导之下，能够全力的冲刺。选举的结果出来，前党主席朱立伦得票数85164票，得票率45.78%，再一遍选调党主席。朱立伦讲，即马是民进党开始担心的时阵，国民党也是空前的团结。充满战斗力，而且是战斗拿，追求必胜拿。我们要团结全党每一位同志，不管今天各位支持的对象是谁，你所支持的都是我们中国国民党的候选人，你所支持的都是我们共同理念的同志，我们大家团结在一起。其他候选人的得票数。师门学校总校长张亚中60632票，得票率32.59%。现任党主席江启臣35090票，得票率18.87%。前中华县长杜碧源5133票，得票率2.76%。张亚中伫咧选前提出亡党牌，摕到第2冠票。如果还是现在的领导方式，还是现在的格局，那国民党的亡党真的是快发生了。其实很重要的就是唤起整个党员他们的热情、他们的理念，让从亡党中变成一个重新找回我们的党魂。那我们也希望呢，在未来我们4位候选人所提出的各项的政见所有的政见呢当选人呢都能够把它纳入未来国民党发展的方向。朱立伦过登来做主席，民进党回应讲，希望国民党未来伫咧新任主席的领导下，调解政党会当良性竞争，支持政府的防疫工作，也有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在内的各种国际参与，最定为国家的发展努力。记者综合报道。应该有真侪咱的观众朋友，今日早起也未困醒，就去互地动行一条。头拄早起6点21分，有一个规模5.7的地动。地动的中心伫咧花莲的秀林乡，深度是45公里，震度上介大是花莲、宜兰甲新竹，拢是4级。接落来，咱继续来关心天气。今日北部、东北部可能会落局部的短暂雨，咱做伙来看分图。东北风的影响，加上北海岸东半部地区，阁有大台北的山区，拢会落局部的短暂雨。西半部是侪云到好天。过到了后，嘉义以南也阁有山区会落西北雨。温度方面，今日北部、东北部的温度会略略下降，东半部是31、32度左右，西半部就较热，可能会到35度。另外，即阵太平洋迄边有一粒中度的风台正在向日本山顶动，不过未直接影响台湾。不过沿海地区就要注意长影加强阵风。昨早起9点开放网站甲便利超商资本领抓本的5倍券，10点钟内就有超过35万人去预约，网络又阁是袂停袂动。最后只好限制伫同一个时间内会当入网站的人数，才化解塞车的问题。插入健保卡、输入手机号码，透过超商伺服机，连印小白单都会当预定纸本5倍券。25早起9点正式开放预定，也毋过早起一度因为人数上踊跃，1点钟全台超过35万人次完成预定。4大超商预定系统一度客。我去年还排比较久了，今年很快对，可能是因为今天超商刚好人比较少，然后我又很早就来了。
有民众学了今年30秒左右就操作完成，比去年3倍关流畅。不过新闻甲专家有部分问市的期待，系统因为一时间流量伤大，一度网络塞车，最后只好启动人流上限。不过偏向地区抓本县，无论是预定还是领取，拢真无方便。最近的邮局是在我们的那个牡丹乡石门村，这里去石门大概也要40分钟，那去恒春就更远了。花莲县警察局是比较去年发放3倍券方式，居民只要查身份证件，就会当到附近的派出所预定领进行券，减轻乡民的负担。抓本券预定时间有2波，头一波预定9月25到10月初1，10月初8开始领券，第二波10月25预定在1月初8领券。邮局甲电话预约10月初4开放，10月12领券。民众永远有时间思考选抓本券也是数位券。记者综合报道。再起上新的消息，斯洛伐克送咱的16万吨的 AZ 疫苗，今日早起在6点外已经运到桃园机场。这批16万吨的 AZ 由中央航空对维也纳送来台湾，经验所就会提供给民众注射。斯洛伐克表示，希望这批疫苗会当帮助台湾渡过疫情的难关。咱的指挥中心嘛表示，今日到的这16万吨的 AZ， 加上昨日本送来50万吨，会提供给要注第2档的民众注射。这4、5天来，国内本土疫情是真稳定，昨无增加新的本土病例，嘛无死亡个案，不过是有5个大病入境。过来，咱来关心注疫苗的情形。指挥中心公布讲，第10轮的疫苗主要是注第1档的 BNT。会根据交货数量来自第9类40岁以下民众，64岁以下的一般民众嘛有机会注会到。手帮提出来慢慢讲出无本土5例境外移入也无死亡案例，指挥官陈时中照例向民众报告上新疫情。算看明仔这一礼拜，包括境外移入累计52例。疫情转好，应该做的方法未当少，注疫苗也依序进行。25拜六开始第9轮 BNT 开放18至22岁，所有65岁以上甲第9类40岁以上注射。所落第10轮预计10月初3开始做，那具体规划安怎做嘞？第10轮的就是打 BNT 的第1剂为主了哈，那中间我们还是会提供 AZ 的第2剂，那以照册施打为主。第10轮疫苗规划也是以第1剂为主，将经济交货量为第9类40岁以下开始做，64岁以下一般民众也有希望做会到。日本各产能50万剂 AZ 疫苗效期11月26参30，拜六下昼来台。礼拜日也有斯洛伐克的16万剂。规划后注第2剂的优先。指挥中心统计24单日注25万9781剂，第1剂注14万剂，第2剂注11万3000剂。国内注疫苗注射率达到51.49%，但是中讲整体注射策略也是注 BNT 第1剂 ，AZ 甲莫德纳是第2剂。若有特殊情况、特殊情况，才会将注无共疫苗加入注射策略。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报纸拢看什么大代志？咱做伙来看。头先是联合报，蔡政府执政即日第6天，根据资料，这6天内成本来用的债务已经被换2条。迄阵阁加纾困振兴追加预算，甲买军备的新预算。蔡政府的债务可能会超过马英九执政的时期。敢若今年度到单，成本来用的就有6000多亿，是10天来上济。刷落来是自由时报。新北市瑞丰3条岭水枪无倒，这2天内就有4个被耍民众去互虎头蜂攻击，其中有1个人不幸死亡。为了避免危险，伫咧步道的入口甲第1吊桥已经由封锁线禁止游客出入，今日早起就会甲蜂树拆掉。上尾是中国时报，德国联邦议院的选举9月2日举行，现任的总理梅克尔预定落任。根据民调显示，社会民主党的赢面较大，不过无论倒一个政党胜选，拢得爱做联合政府。疫情转好，台北市长郭文哲甲桃园市长郑文灿，拢有建议中央会当考虑甲疫情降到1级。台南市长黄伟哲嘛表示讲，台南已经连续100多天拢无本土病例啊，会当考虑对南部开始放令。不过指挥官陈市长是回应讲，若是要降级，也是会考虑全国做伙来降。
本土国际家庭国内疫情警戒是不是要来调降？二是台北市长郭文铁表示，台北市2礼拜内底无出现不明的感染源，已经达到降到1级的标准。同市长郑文灿也讲到，若疫苗注射人口加注射率达到一定的标准，建议指挥中心会使考虑来降级。台南市长黄伟哲是认为讲，无论是地方先降级，也是全国统一来降级，伊也同意。我们的总共加龄天数也118天，我们更有资格要求说能不能降级。如果要降级，从南部先降级也不妨。那但是如果说要统一的降级的话，我们也同意。地方首长呼吁中央评估降级，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下晡以外也未讲，也阁表示，石卡瓦乡若是要降级，全国到底来降级。目前来讲，大概会全部一起。虽然北部现在还有一些零星的个案。那但是相对不是这种大爆发的一个形态，所以整体来讲还是会全国一致的来做。台北市长郭文铁希望降级，主要是因为袂少的人工作拢停起来，伊直接讲领薪水的人可能较无感觉。也毋过指挥官陈时中认为免情绪性来发言。我定来讲恁这领薪水无感觉，逐工无做就无薪水人这，夜市啊，150工无做生意都无钱人谈。在疫情期间大家有情绪性的发言是大可不必了。那领薪水跟没有领薪水的人也都要一起来合作。媒体也问到，若是降级挂嘴暗的规定是不是放松？指挥官陈时中直接讲袂，煞来补充有可能放宽厝内底人搁出外挂嘴暗这规定，毋过放宽的幅度较细，因为挂嘴暗依然是重要的防疫的做法。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捷运昨早起11点，网站收到一条炸弹恐吓的老话，伫咧无影响营运的状况之下，启动紧急的应变机制，目前暂时无出现问题。根据了解，高雄的捷运公司收到炸弹攻击的老话了后，甲刑警大队做伙咧查，暂时无各样。捷运公司目前渐渐在巡逻，嘛加强监控车头情形。目前无找到可疑的物件。高捷公司指出，无排除是有人调工在作业，但是嘛是会加强巡逻，而且警方嘛怀疑讲，这场恐吓甲昨高铁启用恐吓的代志是有牵连的。高铁要驶到宜兰的计划，目前考虑的地点有四城、宜兰、县政中心甲罗东。交通部展开说明会，讲会尊重民意甲专业。不过，立业民意代表甲乡长是发起联署，望中央先考虑县政中心这个站，而且若是设伫四城站，可能会对地方的发展上不利。大溪乡长镇民代表动员上百位的乡亲，强烈建议高铁延伸宜兰，应该设伫大溪乡的四城站。伊的腹地，伊的地非常的宽阔。第二，就是伊的财产的户数非常的少。高铁延伸到宜兰的计划有4个方案，包含四城、宜兰、县政中心甲罗东，拢有人来支持。2早起，交通部铁道局举办站址的说明会，宜兰民进党县议员、乡镇代表、乡镇长也发起联署意见书，化为支持县政中心站，再来是宜兰站。最后的让步就是宜兰站。你城的时阵，你所有港起来到这，你都爱50几分啊，50几分就到台北。尊重专业。希望呢，中央呢赶快来宜兰帮我们的核定设站，交通的顺畅，经济的发展，东西南北平衡发展。宜兰高铁站址也被决定，宜兰县长林姿妙也无表示态度，强调尊重专业，无有色立场。会后并无讨论出最终的站址。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也搁在研商。今天大家有不同意见，那我们用最快速的方式，我们会积极的跟包括宜兰县政府，包括我们的立委这边来做沟通。高铁延伸到宜兰4大站址应该设伫倒位，地方有无同的意见。王国材讲，收集地方意见了后，会就各站址的拆迁的问题，转盘车甲交通发展的评估，并且会找到地方的共识。最后站址什么时阵要公布，也需要内部来讨论，强调无时间表。记者综合报道。即摆高中生要读大学申请的方式甲英国是真无共，亲像有一项高中学习历程档案，是为着看学生这3冬来多元的经历所设计的。不过即摆煞因为工作人员的失误，害2万多份的档案拢总无去。各有部是赶紧出面回失礼，嘛讲学生会当登高，因的权益未受到影响。
高中职学生为高一开始下当上传学习成果甲多元表现。109学年第2学期受疫情影响，延后上传到9月30。使用国教署委托暨南大学开发学习儿童公办模组的学校，23暗起却陆续接到通知，系统无法度运作，部分档案判件。目前受影响的资料就是9月4号之后的，大概有300多笔的资料，也通知相关的老师把认证的资料退回，然后让学生有机会可以重新上传。教育部表示，处上工作人员一开始模式设定错误，系统更新重新开机了后，硬碟方恢复，无法度连接部分档案。初步估计，9月5到9月22上传到平台81号7854人，25000多件资料受影响。处上全力求救学生重新上传，9月5前上传的拢有备份。教育部强调，学生权益无受损，也毋过造成困扰甲负担真实嘞。张高总提醒，教育部要检视整体设计的安全性，敢有重大欠点，若无会互学生、老师甲家长对学习儿童档案产生更较大的疑问。记者综合报道。100年前，台湾的知识分子成立台湾文化协会，引进西方甲日本进步的思想，培养台湾人的文化意识。即马台北市的文化局甲台湾文化运动纪念馆推出纪念活动，要带民众来认捌过去的台湾社会。一支啊一支的山球锤插伫桶仔内底，讲山球是林献堂的兴趣。阁有留声机，吴凤林甲招待人客时阵会用来放音乐。这物件展出100年前台湾文化协会新元素底下的兴趣。那这都是在1960年代已经在台湾就可以看得到的这种休闲娱乐，所以大家一定可以来这边就会觉得说，哦，原来在100年前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林献堂他其实就很喜欢去海水浴场。配合台湾文化协会100年纪念，台北市文化局甲台湾文化运动纪念馆举办新文化运动会活动，为9月25开始到11月14，有各种活动会使参与，日本当年推动文化的精神。有很多的线上活动，包括我们有推出我们20集的 Podcast 的讲座，线上也会推出音乐会跟戏剧的演出。我们在10月16号的时候，也有在这个永乐广场大稻埕街区这边推出一个变装音乐会市集。那我们的市集呢，就当然包含了百年的店家啦，那以及呢我们的跟现在有在做台湾史相关商品的店家。全台湾保存最完整，你知道1920年代的街廓的风貌，你知道就是大稻埕。你走在那里面，就感觉1920到1930年的历史在你身边围绕哈。1920年代的文化协会成员受到侪侪国际影响，为当时的台湾社会引进真侪进步多元的思想。可比会讲，100年了后推出活动，希望即马台湾人会使为这的历史当中，学习安怎建构更较好的社会。记者郭冠林、杨凯台北报道。国际上要紧，美国、日本、澳洲甲印度的安全对话会议9月20头一遍伫咧北京举行领袖高峰会。拜登是答应讲，要做伙维持印太地区的自由甲和平，而且嘛会提供亚洲疫苗。一时的国家嘛讨论讲，要伫咧气候、半导体甲太空等等的领域做伙合作。美国总统拜登日前在北京主办四方安全对话成立以来头一场面对面的领袖高峰会。When we met 6 months ago, we made concrete commitments to advance our shared and positive agenda for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Today, I'm proud to say that we're making excellent progress. 4个领袖3个在线顶的会议，同意要在2022年年底向全球提供10亿剂疫苗。不过，4个印度新冠病毒疫情来恶化，新德里就暂停疫苗的出口。印度总理莫迪在北京峰会表示，下个月就恢复新冠疫苗的出口。हमारा क्वाड एक तरह से फोर्स फॉर ग्लोबल गुड की भूमिका में काम करेगा। मुझे विश्वास है क्वाड में हमारा सहयोग इंडो पैसिफिक में और विश्व में शांति और समृद्धि सुनिश्चित करेगा। 2点钟的会谈，4个领袖伫无明确讲到中国情况下表示致力自由开放，在国际法特殊的基础下，唔加强权，加强印太地区的安全甲繁荣，并且会在气候变迁、半導體供應鏈、清潔能源甲太空領域這方面進行合作。この日米豪印会合は基本的価値を共有する4カ国がインド太平洋地域に
法の支配に基づく自由で開かれた国際秩序を実現するために協力する極めて重要な取り組みです。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吉田鹏指会后表示，菅义伟特别就北京在东海南海武力展示、差大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地位作为，也有对台湾的行动提出关切。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中国华为的财务长孟晚舟因为早起案防羁押，今嘛已经甲美国的司法部达成原起诉的协议，将予加拿大放出来，了后就随即飞行机转去中国。孟晚舟得到自由了后，认为互中国用间谍罪抓起来，加拿大人嘛去互中国放出来。2018年12月，互美国司法部指控对英国汇丰在内最经银行隐瞒移动业务，犯下早期同罪华为公司财务长孟晚舟，2时以自由之身押诉温哥华法庭。Past 3 years, my life has been turned upside down. It was disruptive time for me. As a mother, a wife, and a company executive. But I believe every cloud has a silver lining. It really was an invaluable experience in my life. 孟晚舟甲美国司法部达成反起诉协议，加拿大法院在2时宣布终止孟晚舟的印度听讯，改当庭来释放。孟晚舟随即到温哥华国际机场，坐上中国国际航空的客机，登去深圳。就伫孟晚舟得到释放2点钟了后，2018年互北京当局以间谍罪名来拘捕入国的加拿大前外交人员孔明凯甲生理人史佩佛，也随即互北京来释放。About 12 minutes ago, the aircraft carrying Michael Kovrig and Michael Spavor left Chinese airspace, and they're on their way home. 过去几个月来，华为高层密集到华府甲美方来交涉。孟晚舟是华为创办人林正辉的查某囝。整个事件也是美中高科技战的重要转折点，在中国社会引起真大的反美情绪，甚至和加拿大甲中国的外交关系恶化。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再去看世界，面册推出智慧目镜，因的广告是拍讲，因免摕手机啊，就会当翕相、听音乐、接电话。虽然听起来是真方便，不过煞嘛，互人烦恼讲，可能会发生偷翕这款侵犯隐私的代志。Hey everyone! We've believed for a long time that glasses are going to be an important part of building the next computing platform. 因和正侪 FB 因的前端科技，甲真有名的黑目镜大厂雷锋合作，产出智慧目镜。So I'm proud to introduce to you Ray-Ban Stories. FB 的执行长萨克伯格也亲身试戴这种新目镜。With Ray-Ban Stories, you can capture photos and videos, listen to music or podcasts, or take phone calls, all while staying in the moment and without even taking out your phone. 这种智慧目镜看起来就敢若是一般的黑目镜，也过有智慧手机的几多种功能，用声音或者是手摸来控制。Hey Facebook, take a picture. 相片甲影片会当传到社群媒体 ，FB 也强调不用这款内容推销广告，不过这么方便，敢会互人摕来当作偷翕的工具。FB 讲，智慧目镜伫咧翕相或者是摄影时阵，顶头 LED 的电火会一直死，边仔人一看就知。以后还佫会增加扩增实景的功能。这种目镜初期会伫咧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意大利、澳洲等6个国家卖。标准版的镜片299块美金，全时线镜片是379块美金，换算代表差不多8200到10000通块。FB 希望可以外形加配套了措施，增加销售量。公视新闻詹慧敏编译。Hey Facebook. 天气报你知，今日北部、东北部会落局部低3号，中南部过昼了后会落西北号。要若是西半部甲南部就会较热，台南、高雄甲屏东县可能会到36度，大家都要注意压日。咱做伙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25度到33度，中部地区25度到34度，南部地区25度到34度，
东部地区24度到32度，外岛地区25度到33度。做伙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苏比，祝您规工顺心，咱再会。